海洋受到塑膠污染，魚類食咗塑膠微粒之後，最終會成為我哋餐桌上面嘅食物，形成一個由海洋到餐桌嘅污染循環。塑膠入咗人體，後果可以好嚴重嘅。研究發現，大腦都有塑膠微粒。減塑呢個行動其實已經融入咗我哋嘅生活啦，就好似超市都可以轉為用回收嘅包裝。不過大家未必知道，市面上面賣嘅樽裝水，每公升入邊居然有24萬粒微塑膠。飲水本身可能都食緊塑膠㗎。其實英國同埋丹麥已經行先咗一步㗎啦，佢哋用咗回收系統嚟處理塑膠嘅廢物。可持續發展已經係全球要面對嘅課題嚟，我哋都要一齊去探討方法㗎。喺我哋嘅 VR 得獎項目入邊，因為需要製作一個塑膠方塊，啟發咗我哋製作呢部拉絲設備，將膠樽變成有用嘅打印材料。初次資料發送 ThinkSpeak， 5分鐘轉載 Google Sheet， 之後透過 panel 控制風扇、發熱器、拉絲馬達。物料檢測裝置偵測到斷料，設備就會自動關閉，核算拉絲時間並作出匯報。ThinkSpeak 處理輸出4份報告，用於使用分析。為咗方便家居設計，我哋做到咗插電即用，用多路供電箱分配電壓。摩打同埋驅動板就用咗12W， Microbit Control 板就用咗5W， 散熱風扇就用咗12W， 而繼電器就控制220W 嘅發熱器。當設備逐步增加，每個家庭都可以參與回收，將膠樽變成有用嘅材料。由家居開始實施碳中和，數據集中之後，就可以有效咁規劃回收活動，全國一齊參與，將碳中和融合日常生活。一個水樽就係一個開始，變成材料，變成有用嘅物品，將回收帶入家居，喺源頭嗰度實施碳中和啦。